今次由日本飛返去英國，就決定試下坐之前都未坐過嘅芬蘭航空。咁今次咧，我就由東京嘅成田機場出發，飛到去芬蘭首都哈爾辛基機場，再轉機返英國。咁而去芬蘭嘅呢一班機咧，係少有地使用北極航線。轉頭咧都會詳細啲去講解呢一條航線。咁呢條片咧只係介紹東京飛哈爾辛基呢一班機嘅啫。轉個頭就已經到咗東京成田機場啦。咁飛去哈爾辛基嘅呢一班機係當晚最後一班起飛嘅航班。check in 嘅位置就係喺 D 區。咁而家你見到嘅呢條隊咧都係經濟艙嘅 check in，而商務艙咧係冇人排隊嘅。咁所以好快就完成行李寄艙同埋拎登機證。商務艙亦都包咗成田機場嘅 JAL Secure Lounge， 拎住呢張登機證同埋護照就可以入到 lounge 噶啦。就係喺地圖上面 M29嘅位置，過咗安檢好快就會見到。入到去轉右就係 Secure Lounge 啦。咁留意翻啦，呢個 lounge 咧只係開到夜晚10點嘅啫。咁我就大約9點入到場啦，都唔算好多人喺入邊嘅。咁每個座位都會有插蘇同埋 USB-A 嘅插電位，方便大家喺上機之前充一充電。咁但係入到去嘅時間咧，其實好有限啊，就唔係拍到好多餐飲嘅選擇俾大家睇。咁但係基本嘅沙律吧、炸物、咖喱、麵豉湯同埋飯咧，都係無限量供應嘅。另外都有提供日本酒、紅白酒同埋香檳酒俾大家選擇。咁而我咧只係喺呢一度咧就快食咗一份咖喱嘅雞飯咧，休息多陣就已經要離開個 lounge 去登機閘口附近再揾位休息一下。好，呢隻飛機咧就係呢條片嘅主角 A350-98。咁大部分嘅芬蘭航空長途機咧都係用同款嘅飛機，當時嘅機齡大約係9年幾近10年左右啦。喺2022年嘅時候就更新咗全新嘅 Air Lounge 商務艙座位，登機嘅閘口咧就係63號啦。咁離 Secure Lounge 咧其實都好近嘅，大約行5分鐘左右就已經到㗎啦。咁喺登機前咧，我都見到呢一個好有趣嘅畫面啊！應該咧就唔係芬蘭人嘅傳統習俗嚟嘅，但係似乎咧就係一班芬蘭嘅基督徒啦，或者信徒啦，咁佢喺登機前咧一齊唱聖詩，祈求呢一班機一切安全順利。之後就開始登機啦。芬蘭航空嘅商務艙係採用121嘅座位配置，咁我嘅位置咧就係2A 啦。上到機一轉彎咧就見到㗎啦，一坐入去咧就見到呢一個18寸嘅觸控螢幕，咁螢幕上面咧都會顯示呢一班機嘅行程，大約係幾多點會派早晚餐啦，同埋休息時間咁樣。咁而佢嘅私隱度咧其實都足夠嘅，只要個身唔傾前嘅話咧，基本上都係唔會見到隔離位。喺螢幕下面咧就係 leg rest 嘅位置，望落咧都幾深下嘅。到瞓覺嘅時候可以躺平晒咧，其實都仲有位嘅。而上面咧就放咗2張毛氈同埋一對 slip on 嘅拖鞋。leg rest 嘅下方咧其實仲有個好隱蔽嘅位置，係可以放到你一對鞋嘅，方便你換拖鞋啦。出入自己個位嘅時候咧，亦都唔會俾自己對鞋棘親。喺 leg rest 嘅前方仲有一個收納嘅空間，咁係可以放到你嘅個人用品啦。水樽咁高嘅 size 咧，其實都係放得入嘅。頭戴式嘅耳機咧，亦都係可以放得入去嘅。咁喺收納空間入邊咧，亦都放咗一支富士山嘅礦泉水。咁而家先睇一睇呢一程機嘅餐牌先啦。咁前菜嘅凍盤咧就有2款係唔需要選擇嘅，咁而主菜熱食咧就有3款嘅選擇，咁你咧都係要揀其中一款嘅。甜品咧就有2款嘅選擇啦，都係要揀一個啦。咁而最後咧就係早餐，只係得一款選擇，冇得揀。咁之後就睇一睇飲品嘅選擇啦。咁應該唔同嘅季節咧都會有唔同嘅精選酒嘅。11月咧咁啱就係芬蘭航空嘅生日，所以主打一支法國嘅香檳酒。而紅白酒或者甜品酒嘅選擇咧，大約都有3款左右俾大家選擇嘅。咁後面咧亦都有烈酒啦、雞尾酒、啤酒同埋一啲非酒精類嘅飲品俾大家選擇。咁上到機冇耐咧，其實就會有空中服務員去問你想要啲咩 welcome drink。咁我就揀咗佢哋個精選嘅香檳酒試一試啦。咁唔飲酒嘅各位咧，我首推一定係嗰個藍莓汁，飲過真係翻唔到轉頭。
你哋試下就明㗎啦。商務艙亦都有提供芬蘭品牌 Marimekko 嘅旅遊套裝，個 Porsche 嘅配色係深藍色同埋白色，咁配襯得都幾靚嘅。裏面有足製牙刷、睡眠眼罩同埋耳塞，而睡眠眼罩嘅圖案呢係同個 Porsche 一樣嘅。然後就介紹喺旁邊嘅呢一張台，咁喺台下面呢就有好多唔同嘅設定可以調校，當中包括延伸台、座位燈光、伸縮座位等等。咁首先就講一講延伸台先啦。咁撳咗個掣之後呢，延伸台就會彈出嚟，用手一拉就可以開到張台，然後再向外拉出嚟，揭開呢就可以完全咁樣打開成張嘅延伸台啦。通常呢都係食嘢嘅時候呢先會用得着嘅啫。咁呢張台有唔同嘅形態啦，可以方便你喺唔同嘅情況下使用。而喺座位嘅後方呢，仲有個細細地嘅收納空間，耳機嘅插口呢亦都係放喺呢度入邊啦。另外喺側邊呢，亦都有提供 USB-A 同埋 USB-C 嘅充電位。咁我哋就先睇一睇對耳機先啦，係一對 Viatik 牌嘅主動降噪有線耳機。咁戴上耳呢個感覺都好舒適嘅，大部分喺飛機嘅噪音啦都係可以隔到嘅。咁我本身咧就冇用開頭戴式耳機啦，喺呢一程機用嚟睇戲就啱晒啦。另外，芬蘭航空嘅商務艙咧都包埋1小時免費嘅無線上網，撳 WiFi 呢個位就會顯示到一個 QR code， 咁用你部手機嘅相機咧掃一掃就會帶到你入去呢個登入嘅畫面，之後咧就會直接開始1小時嘅連續上網，唔連線都照計時間嘅，所以你冇得慳住用噶啦。起飛後2個鐘左右就到晚餐時間啦，咁首先咧就上咗前菜同埋主菜先嘅。前菜嘅凍盤就有呢一款煙三文魚配蘿蔔，同埋雞肉配茄子同埋一啲蔬菜。咁呢2款食落咧都好清新開胃嘅。咁主菜咧我就揀咗呢一個壽喜燒牛肉飯啦。咁壽喜燒嘅醬汁咧其實都幾濃厚嘅。咁有少少驚喜咧喺飛機上面都可以食到一個好食嘅壽喜燒牛肉。咁但係個飯咧可以話係呢一份主菜嘅敗筆啊，因為成個飯咧好濕立立黐埋一嚿咁樣，完全食唔到一粒粒飯嘅感覺。咁壽喜燒牛肉幾好食咧，都係冇用嘅。咁整體嚟講啦，前菜嘅凍盤咧都係比主菜好食嘅。咁而甜品咧就係後上啦，咁我就揀咗蘋果撻配肉桂汁。咁撻上面就有少少焦糖咁樣啦，咁加埋肉桂汁咧，其實都冇乜違和感嘅。雖然個撻就唔算好大份啦，咁但係咧真係唔算好甜嘅，都幾好食。咁10分都有8分左右啦。食完飯就差唔多準備休息瞓覺啦。咁開埋呢2張毛毯啦，同埋前面嘅伸縮座位。咁燈光咧喺收拾完餐具之後都已經開始轉暗噶啦。咁我先休息一下，瞓陣覺先啦。咁一起身咧就已經飛到去格陵蘭海上面。咁呢一班機咧係少有地使用北極航線啦，由東京出發，一路向北飛去美國嘅阿拉斯加，再飛往東北面前往北極同埋格陵蘭方向。咁雖然咧就睇唔到北極光啦，但係坐到呢條北極航線係一個幾特別嘅飛行體驗。然後就睇埋商務艙嘅廁所啦，咁但係咧就唔算好大嘅，咁但係都可以輕鬆轉到身。咁廁所入邊嘅洗手液啦，同埋潤膚露咧，都係用咗芬蘭品牌 SIS， 同樣都係芬蘭製造，味道天然，芳香清新。咁喺廁所嘅右邊咧就放咗一塊全身鏡啦，而左邊洗手盤方向咧就放咗一塊打燈嘅半身鏡。鏡嘅側邊都放咗面紙同埋抹手紙俾你使用。咁休息時間完之後呢，就係早餐嘅時間啦。咁呢一份呢，因為係冇得揀食啲咩嘅，咁所以呢，佢都係全份一次過咁樣上。左邊呢就有凍火腿加芝士同埋沙律，中間呢就有個牛角包同埋餐包啦。咁早餐嘅主角呢，就係呢一份餐肉配煙肉同蘑菇。咁整體嚟講咧，呢一份嘅早餐其實都幾多嘢食，好滿足嘅。咁另外都有一個北海道牛乳乳酪布丁，咁口感咧十分之滑。作為呢一份早餐嘅結尾，可以話係一個好完美嘅句號。
食完早餐收埋嘢之後，大約仲有1個鐘多啲嘅時間咧先落機嘅。咁最後咧就想講一講 Air Lounge 呢個位啦。咁椅背佢嘅設計咧係比較特別，唔係垂直嘅，但係有少少弧形嘅設計。咁如果我係用緊機上嘅娛樂系統望住個熒幕呢，我就可以好輕鬆咁挨後啦，感覺都 OK 嘅，即係好似坐緊一張 sofa 咁樣，感覺都幾舒服。咁但係呢一個 Air Lounge 嘅座位咧就冇得調校椅背，喺食嘢或者你要用手提電腦啊，個身要傾前嘅情況下呢，就會感覺冇咁舒服啦。就好似你長期要攣住個身傾前呢，你先做到呢一啲嘢。我覺得作為一個座位嚟講呢，冇得調校椅背的確係會扣咗少少分嘅。但係整體嚟講呢，我都覺得係幾舒服嘅。咁呢程機我瞓喺度嘅時間呢，真係比較多啲啊。而呢一個帶有弧度嘅椅背設計就唔影響佢躺平嘅質素啦，同埋感覺。咁如果坐呢一程長途機，你係以休息為主嘅話呢，我覺得呢一個座位係可以俾到一個好舒適嘅體驗你。轉個頭就已經抵達芬蘭嘅赫爾辛基機場。咁到達嘅時候呢，就係芬蘭嘅清晨，天都未光嘅。如果大家好似我咁樣會嚟呢一度轉機嘅話呢，咁呢一程機都會包埋 Finnair Business Lounge，就係位於52號閘口附近，好容易就揾到噶啦。呢個 lounge 每日係由朝早5點半開到夜晚12點。咁但係呢，我就冇乜點特別拍到入邊嘅情況啦。我係有少少驚喜，入邊都真係幾多人下嘅。咁啱啱坐完長途機呢，其實我就係想好好休息下啦，食少少嘢，飲杯咖啡呢，就再上機。咁而去英國嘅呢一程機呢，其實就坐翻 A319嘅機型啦，即係全機採用33嘅座位配置，咁就冇乜太多嘅飛行體驗或者感覺可以同大家分享啦。希望各位中意呢條片啦，咁中意嘅話呢，都俾翻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